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6月9号，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，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5节，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到第7章第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的筹算。很多时候人们无法忍耐等候上帝的时间以及上帝的作为，因此人们经常会自己出手。亚伯兰以及太太撒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。他们不认为上帝的应许是行得通的，因此就从亚伯拉罕75岁，上帝就应许直到他99岁仍然没有成就，我们就知道这样子的事情。那生这个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他已经是86岁了。因此撒来他就想出一个很聪明，自以为很聪明的一个做法。撒来将自己的年轻外邦埃及的女婢送给了丈夫亚伯拉罕，其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生了一个儿子。这样的人之筹算并不是上帝的约与计划。创世纪16章第1节到15节，亚伯兰的太太撒来并没有替他生儿女。撒来有一个女奴叫做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：上主使我不能生育，请你跟我的女奴同房吧，或许他能够替我生一个儿子。亚伯兰同意撒来的话，撒来就把夏甲交给了亚伯兰为妻。这件事亚伯兰住在迦南住了10年的时候发生的。亚伯兰跟夏甲同房，她怀孕了。但一发觉自己怀孕，就骄傲起来，瞧不起女主人撒来。撒来向亚伯兰埋怨：都是你不对，那丫头才敢瞧不起我。我把她交给你，她知道自己有身孕，就瞧不起我。愿上主在你我中间主持公道。亚伯兰回答：好吧，她是你的女奴，在你的手中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于是撒来虐待夏甲，他受不了就逃走。上主的天使在旷野，在通往舒尔的路上的一个水泉旁边遇见了夏甲，对他说：撒来的女奴夏甲，你是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？他回答：我从我女主人撒来那里逃出来。上主的天使说：你要回去你主人那里，顺从他。天使又说：我要使你的子孙众多，没有人能够数算得出。你将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以实玛利，因为上主听到你的诉苦。你儿子像一头野驴，处处敌对人，人也要敌对他。他要跟亲族隔离，独自生活。于是夏甲之问：我真的见到那看顾我的上帝而存活，诉说这件事吗？于是他称那向他说话的上主为看顾的上帝。因此人家叫那口井叫做比尔拉海莱。这口井在加斯底和巴列的中间。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取名以实玛利。夏甲为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86岁。昨天我们谈到了上帝所赐给的就是一个应许之子，而不是出自于人的筹算以及人的手段。所以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教导当中，就提到了信与不信是不能同负一轭。这是在强调不同信仰的人的作为、想法、价值观都不一样。基督徒应该要以上帝的旨意为生活的原则，不要让自己筹算。就如同罗马时期的牛车是以双牛牵引牛车，
不同的信仰的人，就好像不同大小的牛一起去拖一辆牛车一样，无法平衡，无法同工。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到第7章第2节，保罗的教导这样说道：不要跟不信的人同负一轭，正与邪怎么合作呢？光明与黑暗怎么能够共存呢？基督和魔鬼怎么能够协调呢？信与不信的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？上帝的圣殿和偶像怎么能够并立呢？我们是永生上帝的圣殿，正如上帝说：我要与我的子民同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因此主说：你们要离开他们，从他们当中分离出来，不要沾染不洁之物，我就要接纳你们。我要做你们的父亲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这话是我全能的主说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既然我们得到了这些应许，我们应该洁净自己，除去一切身体和心灵污染的事物，在敬畏上帝的生活中达到正洁。请你们以宽大的胸怀容纳我们。我们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，没有迫害谁，也没有占过谁的便宜。保罗的提醒是，基督徒不要与不信的人妥协，更不要以一般的非基督徒的思想来筹划我们的生命，因为我们是顺着上帝的旨意而活。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。上主啊，求你向我显明你的慈爱，求你照你的应许拯救我，我就能够回答侮辱我的人。因为我信靠你的话，求你使我能够时时讲述真理，因为我的希望在乎你的法则。我要继续的遵行你的法律，直到永远。我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因为我遵守你的教导。我要向君王宣讲你的命令，我不以为耻，我以遵行你的命令为乐，因为我喜欢它。我尊重并喜爱你的诫命，我要思想你的教诲。人的筹算不能代替上帝的旨意、计划以及应许。人呢，必须学习等候、忍耐，并且要顺服上帝，才能够蒙恩得救。求主来帮助，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